来，有好看无？真好看呢。甲我看，甲我看。好，紧嘞，紧嘞好，我已经是今仔日上漂泊的啦。来，甲你看。哦，安怎啦？这破链敢若伤短啊，挂袂入去。我一条试看卖。来，这条。有安怎啊？敢若嘛无用劲呢，搁换一条啊啦。这条，来。阿狗啊，我感觉哦，毋是破链伤细条啦，是毋是你的头伤大颗？哪安尼？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就爱倒诶！对啊，就缘投的呢。你是啥物人啊？伊是我遐摆的抓学生。哦，你和啉水拢遐尔好看呢。就是讲啊，嘿，而且哦，伊头毛甲你阿兄同款偏呢，规身躯哦，佫穿甲安尼啪哩啪哩。差足多好无？哦，敢若是呢。阿兄，你来要创啊？你物件都伫我遮啊。哦，阿英，这恁兄妹哦，真高追呢。你好，我是妮妮。妮妮你好。哎呦，你紧回去啦！莫对恁兄妹遮歹啦。叫咩？过来一张啊。来啊，好啊。足够水的伊只那像你啦，你是会晓拍球啊？哈？你好啊啦。你紧回去啦。好啦。这是阿兄因班迄转学生啦，有够缘投的。这毋着像恁阿兄进前同款，学加11届啊，即马吼头毛拢偌加济，袂亲像鸟仔收同款啦。你看，我吼伫咧便所捡到即罐，我要用伊，伊讲伊拢无爱安尼。哪会无爱？每一工出门毋是拢要用。伊阁有讲吼，伊即马拢无爱色度啊，有够歹看的啦。阿妈有甲你讲，这转学生来了后啊，阿兄哦，就对专班第1缘投变做专班第2缘投啊。这个转学生哦，比阿兄阁熬装哦，嘛阁较温柔，个性嘛阁较好，所有查某囡仔拢足介阿贤的。我嘛想要看。我倒来啊！爷爷你，惨无啦阿妈，你是不是看到我真相片啊啦？阿英啊，阿英啊，难做，我不是调岗的，阿兄。你都无用哦！来啦，你先甲我看一下，我头鬃即摆热呢？啥款？爸，你在创啥啦？你，你抹伤高啊啦！即马已经无人热这种刺得头啊啦！好啦，那安尼我即摆是要安怎啊？你即马就抓去啊啦！爱弟我即摆已经无要打扮啦，逐工安尼舞，盼我到要死。那安尼你遮的物件拢无爱伫哦？嫌歹看安尼，拢互我啦！袂使。唔管吼，我讲安怎装，大家嘛是拢讲阿贤甲缘投较好看。你即马敢有介意你家己？我安尼嘛袂歹啊，至少唔免互人比较。无唔对啦，唔免伫遐甲人比来比去啦。每一个人吼，拢有伊适合的型嘛。咱打扮唔是为着要赢过别人，是要互家己欢喜啊。是要互家己欢喜。
好啦，即马吼先来甲我用较漂撇的。也毋讲哦，袂使甲你阿嬷讲哦。好，我知啦。爸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这吼是大工事，也毋过对我来讲是小可大代志尔啦，嘿嘿，交我特动啦。来，哇，你一粒头壳呢？我无得做小漂漂的阿狗啊啦！阿狗，你莫伤心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要有自信啦，无这个物件吼，你共款嘛是足缘投的哦。敢是安尼？你看，我只是简单的打扮，你敢会感觉我真歹？袂。安尼就对啊。有当时啊吼，伤济打扮，等倒会看袂到真正的你哦。安尼咱拢会介意真正的家己。娘，咱来去干妈店买洗手啊！有两条路，要行倒一边咧？倒边，分车路我要行。这边，倒要到啊？爱行倒边这条才对啦。阿舅，我要买2支鱼仔冰。是车本机，车到狗仔墘，跋一倒，捡着一尾鱼。白龙是捡着鱼，当去要煮面，煮一碗，甜甜甜。愿意。白龙是捡着鱼，当去要煮面，煮一碗，甜甜甜，煮一碗，大碗个愿意。苍啊，老师要摕什么出来？迄是什么？因为吼，鸡卵要孵的时阵，拢要有孵的时阵拢要咱有鸡母对无？啊，毋过即摆吼，咱拢有鸡器，这叫孵卵啊鸡器，甲迄卵呢放咧孵卵机内底。啊，几工嘛是共款，21工。啊，21工了后呢，内底鸡仔就会破卵走出来。好，所以咱来看。是什好么？你看，这是伊昨突破的鸡卵有无？吼，内底拢有。啊，这都是走出来。有当时啊吼，鸡要走出来就嘛有失败的时阵，对，这是3工前都爱出来啊，如果无出来嘛是有失败。鸡仔囝拄啊出来的时阵，伊身躯的毛会澹澹，所以你看伊即摆身躯的毛敢有足清气的，无看起来垃圾对无？吼，伊即摆佫足无力的，因为拄啊出来的时阵吼，伊足忝的，所以伊的脚啊无法度徛直。好，这是拄啊打出来差不多5点钟的。咱来熟悉看长出来，好不好？长出来较活泼。啊，你看，这有几个卡子？几支？几支？几支？3支。1支、2支、3、4、5。哦，几支有几支？5支哦。啊，这咧，这是啥？这是油鸡，你看油鸡几支？1支、2、3、4，就是4支，无共对无？两脚顶啊，其实是足侪空的哦。你若真少看内底是啥，拢是一个空一个空。啊，这空内底是啥？伊鸡仔囝要去开用的。大家都有摕到鸡卵啊吗？来，等下先莫做哦，先看老师做，好无？啊，等下老师讲卡卵的时阵，你较卡卵，好不？你就想要卡卵的对不？好，来，
你先卡两落去好啊。来，你家己掰开，该掰开。袂要紧，迄就拉起来就好啊。来，看边啊，两卡，卡起哩。咱来倒这，你倒牛呢？两只手哦，吼。啊，甲倒入去对，倒入去。来，无安尼尔，你只就爱开始拉哦。来，我帮你只头好开哦。这包叫做啥物？叫做藤。水，哎，换天幕哦。哦，水，好，安那放咧杯仔内底啊。好吧。对，来，你帮我杯仔换好，下骹即个杯仔换好，测绘讲台语，技能，上能量。上能量，足忝，哇哦好，看完今仔日的节目，大家是毋是更较介意家己啊？除了爱介意家己，嘛爱欣赏别人哦。讲了无毋对，后一回爱继续收看咱呢。咿呀咿。